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t 啊。咁今日同大家睇一個 Loft 靚嘅450尺兩房嘅大兩房單位，入去睇睇先。嗱，咁一入到嚟單位咧，咁廚房空間呢邊嗱，其實業主咧就冇常用單位嘅，其實買翻嚟嘅時候到而家咧都係度假為主嘅。咁你見到廚區呢邊好新淨嘅，設備企理嘅。咁啊，睇埋個客廳位置嗱，客廳咧就電視廳分明位置，係啦，我望先 ，OK。咁啊，你呢個單位最殺食嘅地方係咩咧？就係我哋呢個身後呢個露台嘅景觀啦。咁我哋呢個單位咧就係向正南方向嘅，啊，咁啊其實遠望咧見到屯門碼頭嗰邊，新屯門中心啊嗰啲單位都會望到嘅。咁下邊咧就屋苑嘅泳池景啊，最正嘅內園景。咁啊呢一期嘅高層單位內園景係咁多期裏面最優勝嘅景觀嚟嘅，因為同埋佢向方向向好向南啊嘛。咁啊望一望個主人房先，住出嚟啦。咁啊主人房咁啊，其實標配咧其實已經有個床喺度噶啦，其實可以做到三邊落床嘅位置嘅，咁褪個床褪翻少少得噶啦。咁亦都會有埋衣櫃位啦。咁呢一隻咧個單位咧，其實個洗手間咧係通個主人房嘅，咁當然啦，呢個位係可以拓開同埋可以閂埋嘅，咁啊，好啦，同埋會有個露台位置，咁啊，望埋個細房係啦，細房咁啊做咗個接床暫時，咁啊放咗個衣櫃，咁細房呢個幾好，因為呢隻咧細房咧會有一個凹身嘅衣櫃位嘅，咁啊呢套單位已經有埋晒家私噶啦，咁如果有興趣，歡迎同我哋聯絡，帶你上嚟睇下。